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讲这个网络有咧传，讲过豆了后上好是莫食番薯，因为人体过豆了后新陈代谢变较歹，若是食番薯会造成身体负担。另外，网络嘛咧传讲，常常食香蕉会当防中风，到底这个网络传言是真是假呢？咱的记者特别去请教营养师。旁边可靠番薯含有膳食纤维，不过什么时间点来食番薯，这是有学问的。 网络传言中午过后就别吃地瓜了，因为中午过后人的身体新陈代谢开始变慢，这时候才吃地瓜，它的糖分会累积在身体里，导致身体负担，这是真的吗？配合到我们中医的一个经络，那通常这个胃经，它在早上大概7点到9点走我们的这个纯食，它可以增加它的一个代谢。 中医的讲法比较建议早时食番薯，但是西医的观念里并无伫某一个时段食较好的讲法。只是这番薯因为有较侪糖分甲淀粉，小小一条都有140卡，愈晚食确实愈容易囤积热量。 如果你早上吃或中午吃或晚上吃，事实上是没有这样的差异性啦。那对身体来讲，可能唯一的差异就是在于胀气的部分。看似健康的地瓜吃多了也不见得有益。至于香蕉，现在有人说长期吃它可以预防中风。 伫网络上，真侪信息都表示食香蕉会防中风，甚至也表示讲这中风的死亡几率会大降低40%。但是营养师会带咱破除这款的网络谣言。 我这样子就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，其实不一定，因为心血管疾病的造成原因有很多，那包括可能是你的代谢率，还有你的饮食里面的脂肪量，这些事都会影响到你心血管疾病。所以我们不能说，我吃香蕉来预防心血管疾病。我这边反而会建议大家我们多摄取一些高钾的蔬果。 科技时代网络传言多，但是事实是真是假，都要冷静思考，唔通互假消息牵咧行。